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睇我哋今日1月27日嘅港股分析啦。恒指咧就2712點就收市，個成交2400幾億啊，2500億啦。咁其實個成交都唔低嘅。咁而家我哋睇翻今次嚟講咧，其實20大成交咧，其實都係以騰訊為到去領先嘅喎，係嘛？咁你見到咧，其實騰訊都一直有佢嗰個嘅即係守到595蚊、596蚊咧，咁跟住咧就打翻上去啦。有啲人就覺得喂595蚊、596蚊咧有啲即係守唔住啊，繼續落啦。但係起碼今次嚟講咧，個危機解除係升咗7個半啦今日。咁另外咧就阿里巴巴啦，亦都又係上翻170蚊嗰啲位噶啦，即係又升咗4.7蚊。其實其他嚟講咧，我諗大致上都一樣嘅，即係今次嚟講大市咧都依然係有佢上升嘅勢頭啊，好似華虹半導體嘅歷史新高啦，咁啊1347就勁過嗰隻中芯國際啊，中芯國際升咗1%，但係半導體自己就升咗2.6%，咁但係咧就整體嚟講，我哋都覺得今次嚟講港股係有機會咧，係因為要等個期指結算啦，要夾高啦，咁亦都喺過往嘅即係呢一兩年咧，其實期指結算有啲時候咧都係以夾高嚟到去做一個轉倉嘅，咁啊仲有2日咧就開始就期指結算啦，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今次嚟講一個恒指嘅走勢嘅變化，咁啊大家咧就記住去支持我哋嘅 channel 啦，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並且分享俾你朋友睇，幫到你亦都幫到其他人，咁我哋繼續就去製作更多嘅節目嘅內容咧俾大家去睇嘅。如果你想掌握最新嘅港美股、加密貨幣以及商品嘅投資交易策略嘅話咧，記得訂閱我哋貓 Sir 投資呢個 channel 啦，同埋記得點讚、分享以及喺下方留言，多謝大家支持。你仲喺度睇住個市發吽哣，係咪覺得港股好難玩呢？買親都跌，賣親就升喎。其實唔係個市難玩，係你做方法太夠啫。如果你想喺2026年馬年一開波就贏喺起跑線嘅話，咁你一定要聽下我嚟緊呢場免費講座啦。我係貓仔 Sir，今次我會親自教你我套即食交易術，唔使你睇幾百個指標，我教你點樣用最簡單嘅 K 線同分號做到輸9次都仲有錢賺嘅秘訣。仲有啊，今次最重磅嘅係我會現場獨家講解馬年港股爆升潛力股清單，邊隻股有機會翻倍，邊隻係馬年嘅黑馬，我會喺現場逐隻拆解俾你聽。呢份清單出面係絕對揾唔到嘅，記住啦，日期係2026年2月5日星期四夜晚7點半至9點，地點係尖沙咀柏利大道致富證券嘅分行。我同你講啊，我呢啲實戰嘅嘢平時好少公開講嘅，今次係免費講座，所以反應一定係非常之熱烈。我哋會場座位真係非常有限，滿額即止啊！遲咗報名就真係冇位坐啦。想喺馬年翻身，想知邊隻係爆升股，即刻撳下面個連結報名，或者直接 scan 我哋呢一個 QR code 報名啦。2月5號尖沙咀見。咁啊係啦，咁啊大家如果想參加2月5號下個星期四晚喺尖沙咀柏利大道致富分行我哋所搞嘅貓仔 Sir 獨家即食交易術，同埋嚟緊馬年啊有啲咩嘅板塊股票咧，我哋要特別留意咧，咁啊大家一定要去出席噶啦。咁啊名額有限嘅，先到先得，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快啲 scan 翻個 QR code 去報名啦，同埋去 click 我哋呢個影片欄嘅連結去報名。咁啊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把握呢個機會啦。因為咧嚟緊今年又好，馬年又好咧，其實有好多嘅股票板塊咧，其實我哋都真係特別需要去留意住啦。咁啊亦都可以咁講啦，港股咧就仲未升完嘅，但係邊一啲能夠跑贏大市咧？咁你真係要落足眼力去睇啦，去聽啦，你先知道。咁你知道佢點樣出現呢啲嘅強勢板塊、強勢股份嘅時候咧，你先至要用翻交易術去部署咧，咁就可以把握今次牛市一個嘅升幅噶啦。我哋睇翻981咧，中芯國際咧會76.6喎。嗱，但係咧其實佢個升勢有少少緩慢嘅，但係你又千祈唔好咁緊張先啊，因為咧你睇翻咧嗱，其實佢而家嗰個嘅走勢格局咧，你見到佢一直咧就係入線嚟講咧，我哋睇翻我哋嘅獨家附圖 AI 裏面顯示咧，佢綠色繼續係綠色係上升嘅，即使佢跌
嗰支巴都係綠色嘅話，即係其實佢唔係睇一日升與跌，而係睇佢成個嘅結構形態同埋喺數據上面係有持倉增加嘅話，呢啲股咧都係要少，不過咧就比較慢少少。但係如果你睇埋我哋嗰個 AI 所顯示一個資金流咧，其實股票嚟講咧，佢都仲係一個買入嘅一個階段。嗱，紅色就係強流入咧，綠色咧就係弱流入，起碼佢未去到灰色跌要跌落嚟啦。咁另外有少少個我哋所講咧，喺12月嘅時間啦，同埋咧喺上年11月尾咧，都係有大戶籌碼呢啲出現咧，即係其實有大戶喺呢啲係接咗貨嘅，不過接咗貨佢唔係即刻升俾你睇咁解嘅。咁所以大家咧要留意咧，981中芯國際雖然係咁啊，但係起碼咧其實佢仲有機會去發展落去。不過咧大家就要啲耐性咯吓，始終就係喂華虹半導體升得咁勁，大家就覺得喂中芯係咪唔得噶啦？係咪？咁啊未必嘅，因為始終以一個芯片嘅概念嚟講咧，2026、2027都仍然係需要一啲芯片股咧繼續去支持國家嘅 AI 發展啦。咁呢啲嘅廠商又好，呢啲公司嚟講咧，佢哋投入落去佢哋嗰個嘅 AI 研發啦，同埋嗰啲嘅即係晶片裏面嘅製作咧，都仍然仲係非常之有大資本投入落去吓。咁所以其實當然啦，即係有投入，咁當然需求一定有先有投入啦。如果冇需求嘅話咧，其實就唔需要擺咁多錢落去研究啊，做啲 data center 出嚟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暫時嚟講咧，就981中芯國際係要大家俾啲耐性，擺一等先嘅，唔係話佢唔升啊，係需要等。嗱，跟住睇就華虹半導體咧，又係唔同玩法。你點解咁講咧？華虹半導體咧係非常之凌厲啊！嗱，即係其實佢而家咁樣升上去咧，應該話咧，其實我哋個數據都好配合啊！嗱，我哋呢個 AI 睇到個資金流咧，紅色係強流入，綠色係弱流入，一直支持住佢一直繼續炒上。咁啊，亦都可以咁睇啦吓，呢個其實喺一個高位顯示一個少少調整，跟住再突破上去。嗱，呢啲咧就我哋所講咧就下降軌突破嚟噶吓。如果下降軌突破咁樣上去啦，同埋數據上面都配合咧，佢真係咧以往我哋一出現呢個紅色嘅強嘅一個資金流入嘅話咧，佢都係要升嘅吓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佢有少少回調，但係佢啲回調唔多，係嘛？即係你想攞貨嘅，之前可以去到70幾蚊啦。即係講緊11月尾嘅時候70幾蚊，嗰啲時間你冇去走去跟進咧，咁啊你有機會咧就錯過咗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唔係最低位買入，最高位賣出，個個都算係咁樣。但係呢啲通常都係我哋所講咧，你執到個浪咧，你已經好夠穩噶啦，即係好夠食噶啦。最緊要你係捉得應個浪，係捉得準啫嘛。所以咧，華虹半導體呢啲咧就繼續係高歌猛進啦。另一隻好快講咧就係地平線機械人啦，9660啊，嗱呢隻咧就做一啲叫做駕駛上面嘅 AI 機械人啦，即係我哋除咗我哋獨家嘅智能投資機械人之外咧，咁佢哋都係做機械人啊。不過佢哋呢啲咧就係攞嚟揸車，咁我哋嗰啲機械人咧就攞嚟炒股。咁我哋而家咁樣睇咧，其實呢啲自動駕駛呢啲項目咧，基本上咧係大勢所趨，未來都係啊。可能大家可能考下車牌簡單 pass 咗啫，即係可能幫你泊車啊，幫你去揾邊個位啊容易啲泊到車啊，呢啲咧交俾嗰啲叫駕駛機械人去搞咧都 OK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大致上日線圖咧，佢而家暫時咧就出現咗個灰色。嗱，如果佢灰色嘅話咧，我哋係唔需要緊張喎，因為其實係一個正常回調。咁另外我哋睇到咧，佢之前咧嗰個跌落嚟咧，資金流出咧喺11月嘅時候啦，11月尾啦，嗱勁大個一個大戶持倉籌碼出現。即係話咧，大鑊呢啲位咧收貨，跟住咧股價再上，睇埋周線圖嚟講咧，嗱，其實都一樣啦吓，都係我哋所講咧，其實佢個上升勢頭嘅動力咧依然強大，因為始終都係大勢所趨嘅啦，你用機械人啊 AI 呢啲。真係未來嘅一個生活上面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嚟嘅，所以呢啲股咧，其實你而家個市盈率咧係53倍啦，51倍啦吓。其實係我睇過，如果你話對比嚟講咧，其實呢啲都仲係比較平少少嘅。咁當然啦，冇任何投資買賣建議啦吓，即係唔係話平你又衝入去，你都要睇時機、睇時間，啱 timing 你先捉到嗰個浪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隻咧短暫少少回調咧，跟住就
可以突破啊，應該去翻今年破嗰個高位，上年高位11蚊呢個都指日可待嘅啊，但係要等一等。跟住我哋睇就係9880啦，優必選啦。嗱，呢隻股票咧就同樣都一樣啊，其實去到11月尾嗰個大調整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有好大橛嘅一個大戶持倉出現，大戶籌碼出現啦。嗱，優必選又係做機械人啦，但係就啲機械人就比較我諗比較貴少少咧。就算出咗嚟，你香港你都好難買嚟用住啊。咁啊，即係大陸嗰邊就用先，因為香港你個居住環境空間都比較細。咁但係咧呢間公司咧就係未有 PE 嘅，咁。但係其實未有 PE 又俾佢上市，咁其實港交所都係一個賭場啫，係嘛？咁都係一樣俾大家就係有前景、有 forecast、有遠景嘅公司咧，都可以俾佢哋走去上市，有得炒下啊嘛，或集下資啊嘛。咁嚟緊都係一樣噶啦，即係國家投放好多嘅機械人啊、AI 啊呢啲嘅。即係頭部公司，其實佢哋都需要融資啊，咁繼續去搞好佢哋嗰個發展啦。咁港股市場都係其中一個嚟嘅。咁所以9880咧呢啲股咧，其實你慢慢都係食就係話未來嗰個國家紅利噶啦。咁暫時嚟講咧就未突破到155蚊先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喺嗰個嘅數據裏面嘅走勢嚟講咧，其實咧佢依家嗰個 AI 所俾我哋睇嗰個嘅資金流咧都仲係一個慢慢流入嘅，仲未去灰色，咁即係話咧隻股咧係仲有得上住嘅吓。不過咧就唔係睇話一日升定一日跌啦，即係最緊要就係睇咩咧，就係睇佢走勢 pattern 同埋個股嘅形態。如果你周線嚟睇咧，其實咧都幾靚啊吓，即係佢由上市嘅時候2024年3月一直摸啊。嗱，其實佢呢啲位咧有啲似我哋所講嘅咩啊？我哋喺貓 Sir 即食交易術裏面講過，即係嗰個 cup and handle 啊，點樣去揾到佢個底，揾到佢入市位吓。咁所以咧呢啲咧就慢慢去睇啦，應該唔會再翻109蚊呢啲位住噶啦。咁我哋講埋隻700啦。嗱，其實700咧今日嚟講咧就開始止跌回升喎，係嘛？升咗7個半。最主要咧佢掂到我哋所講嘅一個即係支持位啊，595蚊啊，600蚊呢啲位置咧佢都掂到添啊。所以其實佢真係要上係調整咧，反而未出現住吓。同埋你見佢碌落嚟咧，呢度咧2025年12月好多嘅大戶籌碼喺呢度出現咯，即係話咧喺當其時股價去跌落嚟嘅時候咧，即係譬如呢啲位跌落嚟咧，其實咧佢真係可以有得機會咧就繼續去上吓。即係跌唔落啦，咁但係而家就少少嘅回調，有好多人好驚噶，因為咧驚佢會唔會再跌咧。嗱，如果我哋睇過紅色呢條200 MA 同埋藍色呢條嘅50 MA 咧，開始繼續去收窄，然之後再收窄跌穿咗200 MA， 咁樣大家要小心，佢就開始就係有機會要向下調整一個比較大嘅幅度，但係而家未到啊嘛，係嘛？咁所以暫時嚟講，睇700咧都仲係樂觀嘅啊。同埋個 AI 顯示啦，其實呢度啊一直都係有大戶嘅持倉，係有大戶籌碼喺呢度出現啦。咁所以700你又好難話等到冇貨嘅時候去到595蚊嗰啲位置買喎，因為你邊等得到嗰啲位置啊？有陣時咧，我哋唔好睇到最低點一定要買入，最高點一定要賣出，就好難做到呢一樣嘢嘅吓。即係你大戶都好難做到嘅，即係所以如果你話最低點賣，最高點賣出咧，去諗呢啲咁嘅AI 股，譬如好似馬化騰都話佢集中要做 AI 嘅啦，咁嘅話咧，你又好難去揾到個靚位啊！最緊要你話相對靚嘅位置，就係話我哋一直都教啦，Robot X 啊，同埋其他嘅嘢，睇到個靚位，我哋之後再去跟進咧，咁先容易話買入嗰個點係你唔係話我哋盲中中俾哇，即係去到650蚊樓上先買，咁而家600蚊呢啲咧就錯過咗咁樣，咁你都冇辦法㗎係嘛？咁所以有時咧投資買賣咧，我哋唔係教你擺邊隻股，亦都要知咧你投資買賣技巧咧，就唔好成日計算咧，算死草算到太盡啦。咁700咧大概嘅分析係咁樣啦吓。咁我哋今集節目咧，你講住咁多啦，下集節目再同大家去見面啦。大家記住去訂閱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分享俾你朋友睇，幫到你亦都幫到其他人。咁我哋下集貓 Sir 投資嘅節目咧，我哋再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日大家可以把時間報名我哋個2026年2月5號嘅一個嘅免費講座內容啦。好，拜拜。
大家好啊！我哋最新嘅智能投資 AI 機械人 RobotX 咧就已經面世啦。咁呢個智能投資 AI 機械人咧係適用於喺 TradingView 平台嘅所有嘅投資產品嘅，包括股票啦、外匯啦、期權啦、期貨啦、商品啦、加密幣啦。大家就可以喺 TradingView.com 上面咧就用我哋嘅 RobotX 咧去睇到以上種種唔同嘅產品佢嘅buy and sell 息率係點樣啦。咁啊，大家喺日後嘅交易上面咧就唔需要再憑感覺估下啦。咁大家可以係透過 WhatsApp 去聯絡我哋登記啦，或者去 Facebook 嗰度咧去聯絡我哋啦，甚至係 IG 上面咧去聯絡我哋都得嘅。咁啊，大家記住關注支持我哋市場冷知識，我哋嘅發展。多謝大家。我哋市場冷知識有一個免費會員討論 WhatsApp 群組，用嚟討論港美股嘅市況同埋行情更新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加入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大家記住 follow 我哋貓 Sir 投資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。